大家好，有咧先係讀書 live 啦。今個禮拜一嘅讀書 live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部書咧，就叫做《這座城市叫香港》。咁個作者咧就係 Samson Wong 黃宇軒。咁黃宇軒係個背景係咩咧？佢咧就係香港城市研究者同藝術家，獲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地理學嘅博士，亦都係中文大學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同地理與資源管理係講師㗎。而佢呢一個2020年開始咧，就係開始咗呢一個嘅散步學嘅計劃，推廣同埋思考同埋觀看城市空間嘅文化嚇，活躍於呢一個嘅社交媒體產出嘅內容，並著有香港散步學同埋城市散步學，以香港作為起點呢一系列嘅書籍嘅。咁呢部書咧，其實咧就譬如呢一類嘅書咧。好坦白講啦，如果我以前咧即係行呢一個嘅書局咧，其實我就未必會買嘅，因為咧我就會覺得香港係我生活咗大半世人嘅地方啦。咁難道我對香港嘅認識會少過你？係咪？即係我會覺得嚟緊，如果我要用幾個鐘頭去睇本書，我就會去揀一啲書或者一啲嘅 topic，which 其實我有興趣，但係我又唔係好認識嘅範圍啦。又或者一啲嘅範疇咧，係我會係好想知嘅嚇。咁而香港咧呢個地方，我哋又好似好熟悉喎，因為由細到大喺呢度長大啊嘛。既然都咁熟悉咯，仲有冇需要睇咧？同埋更重要咧，就係因為香港，你會覺得佢永遠都喺你身邊㗎。咁 of course 佢係，就算你如果移咗民嘅話咧，香港呢個地方都唔會唔見嘅嚇。佢咁。你會 anytime 翻嚟咧，佢都係喺度嘅。咁一個經常都喺度嘅地方嘅時候，咁其實我有冇需要去睇咧？即係呢個就好似呢個男女朋友分手嗰啲咁樣嘅情況咧。即係佢喺度嘅時候，你又唔珍惜啊。如果佢就你要同你分開啦嘅時候咧，你就會硬係覺得佢樣樣嘢都好。咁雖然正如我頭先咁講啦，香港係唔會消失嘅。咁但係的而且確，香港有好多嘢咧係慢慢地咧係有變化嘅。咁啊咁啱咧，其實我咧就係睇呢本書嘅時間咧。就出現咗一單新聞啦，我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嚇，就係以前有一位咧就係中國大好友嚇，呢個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嘅前主席嚇，而家咧就係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羅奇 Stephen Roach 啦。咁佢曾經咧幾年前咧就講過一個咧，就香港玩完 Hong Kong is over。咁後來佢修正咗啦，因為香港嘅韌力依然係好強㗎嚇，我哋嘅 IPO 而家就變咗全世界第一啦。咁於是咧佢咧就再修正啦，佢話其實咧而家個香港嘅變化係有嘅，因為 Hong Kong is over，以前嘅 Hong Kong 而家係香港，即係以前係 Hong Kong，而家係香港，即係呢個 still 喺度呢笪地方，但係入邊嘅 elements 咧其實係有啲改變嘅。咁所以其實 Hong Kong 定香港咧，我覺得大家咧就都可以即係留言發揮一下㗎嚇。咁我哋今日咧唔係要講呢個新聞，係主要係想集中係講下呢本書㗎。咁所以咧，其實就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嘅話咧，就可以 join patreon.com/Sharon Zhang 啦。咁而呢本書咧就都幾得意㗎，我覺得都幾值得睇。我成日都覺得其實書也是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除咗你得到一啲學問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記錄嚟嘅嚇。因為有啲嘢開始轉變緊嘅時候咧，你有一個嘅記錄嘅時候咧，第時你就可以對比一番嚇，再過多10年嘅時候，我哋嘅香港又好，香港又好，仲唔仲係Samson Wong 所寫入邊嗰個，或者你認識入邊嗰個嘅香港咧嚇？咁一路以嚟咧，我以前做呢一個嘅做新聞咧，其實好即係啲官員啊，即係尤其是國內啲官員咧，都話咧香港係一部好難讀嘅書。咁點解香港係一部難讀嘅書咧？就主要我覺得個原因咧，就因為香港有一定好多元啊，好多元同埋好複雜。咁亦都係曾經有一個英國嘅殖民地歷史啦，亦都後來係回歸去呢一個嘅中國啦，所以兩個文化個衝擊係好多嘅。同埋香港係一個 free port， 係一個自由港，咁所以咧，其實全世界任何嘅地方咧，譬如歐美嘅 developed 嘅經濟體嚇，都有好多喺香港咧，就係插旗嚇，即係揾食。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多元文化，係一個嘅複雜嘅一個嘅架構，係有好多嘅平衡，有好多個利益，有好多個矛盾，有好多嘅利益喺入面有角力，但係你又覺得佢哋其實係
揾到一個 balance 嘅。咁呢個咧就係香港啦，即係入邊係多元複雜，有好多嘅勢力嚇係喺度角力係揾自己嘅利益，既充滿矛盾，但係亦都保持到一個嘅平衡。呢一個就係即係我哋成長大嗰個嘅香港啦嚇。咁所以咧就係點解香港係一個難讀嘅書咧？其實咧就係咁樣樣啦。咁嗱佢呢度咧，其實咧我覺得 Samson 咧佢呢本書咧佢有趣嘅地方咧就話佢對於一笪地方嗰個嘅了解咧，其實你係好難咧，淨係靠一本書係去讀㗎，而必須要咧就係行入去呢一個嘅社區嚇，一定要行入去呢個社區。佢話淨係要閱讀一個嘅城市咧，你唔能夠淨係咧係停留喺文本上面，你需要走進去並且觸摸、觸碰呢一個嘅真實嗰個嘅地方。咁於是咧佢就用咗1年嘅時間啦嚇，就係 drop 低咗嚇，有香港有邊啲嘅地方佢覺得係值得去 visit 嘅。佢有一個嘅分咗唔同嘅 category 啦，即係 categorize 咗，即係呢唔少嘅地方 categorize 咗唔同個嘅類別，咁啊同大家咧就係逐個地方行下。咁佢第一個部分咧，佢有一個叫形象嘅嚇，一個形象。咁形象咧就係代表住香港嚇。你一諗起香港，你就會 name 到呢啲地方，或者呢啲地方一彈出嚟，或者係一個外國嘅。你當係 tourism board 啦，即係佢可能喺外國做呢個宣傳嘅時候，佢要象徵香港嘅時候，佢會 pick up 邊啲嘅地方咧嚇。咁譬如呢個就係香港嘅形象啦，佢真係非常香港。咁呢啲係啲咩嘅地方啦？例如一個山頂啦，例如機場啦，例如中環啦，例如旺角啦、星光大道啦、沙田啦咁樣。跟住咧就係呢個咧就係佢覺得係香港嘅形象嚟嘅嚇。咁另外咧佢有另一個 category 咧就係一個建築同呢一個嘅棲居啦，就係一啲嘅唔同形式嗰個嘅建設，譬如加多利山係一個包 house 嘅白色屋，華富村平民豪宅嚇，呢一個中環嘅歷史建築群啦，呢個就係文化遺產啦，赤柱嚇，赤柱咧就係呢啲咁樣樣嘅歐陸風情，仲有美孚新村早期最大型嘅屋苑，同埋深水埗嚇呢一個嘅深水逐水深流。咁第三個 category 咧，佢係有呢一個城市空間嘅，包括咧城市個市費啊，就係呢個 Victoria Park 啦、維多利亞公園啦，跟住有譬如香港墳場啦，有呢一個嘅卑路乍街嘅海濱長廊等等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叫日常與記憶啦，就係譬如灣仔嘅利東街、灣仔西環、觀塘、尖東、九龍塘等等。咁仲有文化嘅喎嚇，譬如富德樓啦。西九文化區啦，呢一個嘅太平山街啦、太古城同太古坊啦嚇，百老匯電影中心啦，呢個都係一個文化嘅 category 嚟㗎。跟住另外有消費啦，消費咧就係有旺角嘅商場啦，有泰安樓啦、九龍城等等啦，有新界與邊界就譬如中文大學嚇，呢一個嘅天水圍、將軍澳、上水等。跟住咧就有海與島，咁包括譬如馬灣啊、大澳啊、坪洲啦，咁最後仲有啲移動嘅，就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嘅電車嚇，呢一個嘅渡海小輪，咁同埋呢個合和中心嚇，因為合和中心有旋轉餐廳啦，同埋中環半山有扶手電梯等等，咁佢就將分咗做就係50個嘅地方㗎，咁跟住就每個地方咁就佢去睇。即係認識認識一個嘅城市啊！除咗文本上面咧，必須要行入去呢個城市入邊咧，去接觸一下咧，你先至可以了解到呢一個城市係點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就每個 cat 咧就揀一啲嚟睇。咁我覺得呢本書咧，其實都幾值得買嘅。我覺得就大家可以即係 keep 一個 copy 啦 ，which is 咧係即係都即係幾有趣啊！我覺得嗱，咁我咧其實第一個咧我就想講下啦，呢個赤鱲角機場啦。咁點解咧？就係因為赤鱲角機場啦，我都好記得咧，就係我做新聞嗰陣時候咧，我係睇住赤鱲角機場，即係由呢一個嘅啟德熄燈搬入去赤鱲角。咁當年嘅啟德熄燈搬入去赤鱲角咧，係一個重大嘅新聞嚟㗎嚇，即係由佢點樣呢度熄燈。
由呢一個嘅啟德熄燈赤鱲角呢一個嘅開燈營運嘅時候啦，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historical moment。係唔單止係代表住一個嘅政權嗰個嘅轉變啦嚇，因為赤鱲角係舊港英年代用得最多嘅。咁跟住97之後咧，呢一個咧赤鱲角機場就開啦，係一個 new chapter。唔單止係香港嘅歷史啦，亦都係香港成個嘅經濟嚇，即係喺重重嗰個嘅政治嗰個嘅前途一個 uncertain 嗰個嘅環境底下，赤鱲角嗰個嘅建築嚇，即係一個更加大嘅赤鱲角，其實係代表住即使有咁多 uncertainty，其實係表現出當時嗰個嘅政府或者嗰陣時個社會嗰種嘅野心勃勃啊，即係佢覺得 despite 咁多 uncertainty，我 still believe 啦，我哋香港係一定係前途一片光明嘅，所以赤鱲角機場係好大㗎，而且佢用嗰個嘅即係呢個嘅所有嗰個嘅建築啦嚇，係呢一個嘅世界矚目嘅建築群，即係嘅建築物之一嚟嘅。咁所以咧，你見佢嗰個硬件同埋軟件如此出色 ，despite 當時咧，如果你仲有記得嘅話咧，就係嗰陣時係好多爭拗，到底起唔起啊？哇！你咪用晒所有錢啊嚇，咁所以先有車毀人亡呢啲咁樣嘅説話出嚟啫嘛嚇。咁你可以見到咧，就係90年代嘅香港上下咧，都其實係野心勃勃嘅。despite 有好多嘅前途問題，好似唔係好 clear 嘅時候，但係香港好 believe 香港一定可以即係衝出去，咁所以先至有呢一個嘅赤鱲角嗰個嘅機場。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都會記得嗰陣時候呢一個嘅機場呢個 project，即係嗰個嗰陣時我都仲係啱啱入行啦，係啱入行冇幾耐，咁所以最重要嘅新聞咧就唔到我報道啦，咁但係我都係即係周邊係跑腿啦，但係真係嗰陣時候嗰個嘅新聞台嗰種嘅緊張嗰種嘅情況，嗰陣我記得我有線電視㗎啦，已經係嗰個係非常之緊張，點樣部署，即係嗰個畫面上面、個鏡頭上面點樣接，同埋呢一個嘅啟德最後一班機，即係睇住最後一班機喺呢個九龍城咁密密麻麻嗰個環境入面，慢慢飛落嚟最後嘅一班機嘅時候，即係呢啲嘅畫面咧，雖然過咗幾廿年咧，其實都仲係好深刻咯嚇。咁呢一個咧就呢一個咧就係香港人嚇，當然其實書入面講啦嚇，唔習慣咧就係飛機係由市中心一下子嘅啟德就搬為咗即係千里迢迢嘅赤鱲角嚇。咁但係咧，因為反正你都係去旅行啦，咁於是去呢一個嘅行一趟，即係雖然係一個遠遠嘅，即係好似好遠嚇呢一個嘅機場，都係成為咗你旅遊嘅一趟嚇。即係唔好將呢一個嘅機場啦係想像得咁遠嚇。咁而所以咧呢一個咧赤鱲角嗰個嘅機場咧，其實嗰個嘅建立咧，而家都係經常，如果你見如果Tourism Board 你哋有好多嗰啲嘅宣傳片，除咗係宣傳呢一個嘅山頂嚇之外，山頂一眼望落去香港嗰種嘅好似繁星閃閃嗰種嘅繁榮嚇。赤鱲角機場咧都係經常被 highlight 嘅嚇。咁嗰陣時候赤鱲角機場嗰陣時候就係喺呢一個嘅中英雙方係爭持不下主權移交過渡嘅時候，到底起唔起呢一個嘅新機場嚇？係咪玫瑰園計劃呢一個嘅港府嘅儲備夠唔夠？係唔係應該留翻俾即係中國，即係留翻俾以後嘅97政府，而唔係咁樣使法咧？即係關於呢個錢上面咧，就嘈到就係拆天一樣嘅。咁跟住咧，最後咧當然就係呢一個嘅呢一個機場咧喺唔係97、98年開幕啦。啱嗰陣時候咧，雖然咧都係遇上咗金融風暴嚇，但城市氣氛唔似97年咁樂觀。但係 despite 所有呢啲嘢咧，即係呢個機場咧嗰個嘅宏偉啦，佢嗰個嘅裝修咧，其實都係表現出咧當時香港嗰種嘅對自己前途嗰種嘅信任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去到而家即係搞三跑啦，甚至你話新世界喺呢一個嘅機場下附近起嗰個嘅 Sky11啦，其實即係嗰種嘅樂觀咧，同嗰陣時嘅回歸嗰陣時候嗰種嘅樂觀咧，即係完全係不可同日而語。你要抱住同一樣嘅樂觀心態嘅結果就嚼咗啦嚇。所以即係時代就真係已經不一樣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代表住香港嗰個面孔嘅咧，就係呢一個嘅中環啦嚇。呢一個咧講呢個中環咧都係
係一個叫矛盾嘅魅力啊嚇。佢話咧，即係其實香港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係一本難讀嘅書啦。之所以難讀，因為複雜性高啦，正如我咁講，係英國佔領咗150年，跟住回歸咗中國，跟住文化上面有衝擊，全世界嘅唔同嘅經濟體喺香港有利益、有地盤，有好多勢力嘅割據咁，但係亦有衝擊嘅時候有矛盾，但係又平衡得到嘅。咁而喺中環咧，即係作者就會覺得咧，就係無數嘅世界就係喺中環嗰度咧，就互相喺度碰撞緊啦。咁啦，唔單止有代表啦，係銀行界嘅金融業嘅高樓大廈啦，海旁啦，中環海旁啦，又另一個世界；蘭桂坊又係另一個世界嚇，荷里活道嘅半山又係另一個世界嚇。嗰度咧，荷里活道上面咧，即係嗰度咧就係呢一個嘅殖民地歷史同埋政治進程係在此展開嘅。咁嗰度咧，其實我以前咧就好記得咧，回歸前咧就係中英談判啊，係咪呢個英同學校嗰度咧？就係經常係有呢一個嘅聯絡小組喺嗰度開會啊，陳佐洱佢哋咧就經常喺嗰度開會啊。咁我哋成日嗰陣時，我喺南組，嗰陣時應該喺南華早報，就成日喺嗰度等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嘅中環的而且確咧就係有無數世界喺嗰度碰撞嘅 ，which is so true 嘅。個碰撞咧就係各行各業啦呢一個嘅金融界跟住另外就係海旁呢個世界，蘭桂坊嘅另一個世界，去到荷里活道上半山咧就係香港嘅歷史進程嘅開展嘅地方嚟嘅。咁好多嘅全世界嘅即係呢啲咁 prime 嘅商業中心咧，其實一收咗工之後咧就係死寂嘅。咁但係中環咧就零零舍舍咧就唔一樣。中環咧其實係幾夜夜笙歌，因為蘭桂坊就係中環嘅核心嚇。蘭桂坊係即係滋潤咗幾多嘅電影題材嚇，即係拍到幾多咁樣嘅即係夜中環嘅生活係咪？即係其實蘭桂坊都係即係香港嘅一個面嚟嘅話，一個咁繁榮嘅商業區嘅一條街，原來係夜夜笙歌嘅，即係尤其是星期5、6日咧，即係啲人係劈到3更半夜嘅，係幾咁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愛情故事啊，呢一個男女之間嘅故事啊，就喺蘭桂坊發生㗎啦。咁所以咧，佢話中環嘅獨特之處咧，猶如香港嘅縮影，係混雜嘅壓縮嘅有甲級嘅商廈四季酒店同埋半山嘅鐵皮糖水鋪、士多店都 compact 晒喺呢一個嘅中環地區，呢一個嘅複雜而混雜而有壓縮嗰個狀態咧，就好似就香港呢一個城市嘅一面鏡一樣啦，即係好似香港。而呢一面鏡呢一個嘅混雜混亂即係各方唔同嘅勢力唔同嘅生活方式唔同嘅 lifestyle 咧，都係 compact 喺香港，而縮咗喺呢一個嘅中環嘅一面鏡嗰度啦。咁所以咧，佢話咧，中環咧亦都係充滿住矛盾啦，同埋歷史嗰個嘅痕跡啦。其實如果你要睇中環，佢覺得最呢一個嘅，即係作者覺得最矛盾嗰個狀態咧，就應該可以環繞住咧呢個匯豐大廈咧就行一轉啦。佢話香港前途問題咧，當係天天喺新聞嗰度被談論嘅時候咧，著名嘅建築師咧就係諾曼福斯特。嶄新嘅設計就設計咗呢一個嘅匯豐總行呢個匯豐總行，呢個匯豐總行咧係擺脱咗一向過去嗰個嘅建築嗰個模式啦。佢用大量嘅鋁同埋玻璃幕牆，係以一個全新係邁進好前瞻好 advance 嗰個嘅形象咧，就係喺中環嗰度出現，就喺當時一個不確定嘅時代，似乎要傳達一個嘅訊息，就係香港必定會走向未來嗰個嘅訊息。你見到中環不嬲以嚟嗰個嘅傳統嗰個嘅建築群都係比較英式啦，即係你見好似而家個終審法院啊，你見舊中銀啊，係咪？即係太子大廈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傳統、好舊英式嘅一個嘅建築群。但係零零舍舍咧，就係呢一個嘅匯豐總行咧，係好似跳出咗一個嘅時代啊，好似一個嘅未來嘅一個嘅 building 咁。咁後來嘅中銀就更加係啦，一個大炮，一個就一把刀，咁就互劈。咁所以其實就好似將香港，即使係一個
前途問題未係好穩定嘅時候，但係由呢一個嘅即係匯豐銀行佢嗰個建築嗰個嘅模式嚇，咁未來世界嗰個模式就好似已經話俾你知，香港必定係會走向未來㗎啦。咁呢個咧係幾係即係幾另類㗎，即係喺呢一個嘅完完全全一個嘅咁傳統嘅即係呢一個嘅核心嘅地方嚇，一個咁樣樣嗰個嘅建築，咁同埋咧佢個地下個大堂咧係打開嘅嚇，即係打開嘅喎，咁所以咧任何人都可以經過去嗰個嘅 building 嗰度穿嚟穿去啦，咁同埋咧即係大量嘅外傭啦，即係放假嘅時候咧，基本上係佔領中環嘅，係即係成日都話啦，係星期六日邊度最多外傭嘅咧，就應該係呢一個嘅就係呢個中環嘅，即係中環啦嚇。中環係最繁榮嘅地方，但係星期六日咧就係被家傭全部佔據啊！即係你名店外面都係坐滿住呢一個嘅女傭。咁其實你呢啲咁樣嘅情景咧，其實你諗下都幾香港獨有嘅。即係以前，即係唔好係以前，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喺香港，但係呢啲環境見到好慣啦嚇。咁所以你又唔會覺得有咩咁特別？但係你諗翻咧，其實都幾特別，因為全世界係得香港係咁最貴嘅地段嚇，最貴嘅名店嚇，呢一個嘅匯豐銀行總行下邊呢一個嘅公開，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打開呢個大堂裏面，全部都係女傭嚇，啲路全部都 block 晒，都係女傭。咁你諗下呢一樣嘢係咪幾有趣咧？其實真係香港獨有嘅，其他地方係唔會有嘅。咁所以就係嚇呢一個係話咧，就係彷彿就好似呢一個嘅呢個係佔據，即係外傭佔據咗呢個匯豐大廈咧，就彷彿好似代表住咧，就香港嘅資本主義同埋未來穩定嘅呢個嘅建築啦嚇。從此之後咧，呢個畫面咧總係讓即係世人咧就係嘖嘖稱奇嘅，因為呢個係一個矛盾同埋混亂嗰個嘅狀態，就係香港呢個城市空間嘅獨特之處啦。咁而唔單止係咁啦嚇，其實你喺中環嘅匯豐嚇總行行遠啲嗰個係邊度咧？嗰個咧就係一街之隔咧，就皇后像廣場同埋遮打花園。咁皇后像廣場同埋遮打花園咧，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香港公民社會嘅發展嘅地方嚟㗎，即係香港嘅公民社會發跡或者叫做嗰個嘅發展歷史咧，其實唔少人喺呢一個嘅遮打花園嗰度咧，係留咗好多腳毛，係有好多以前嘅集會都喺遮打花園嗰度進行㗎啦嚇。我都好記得嗰陣時香港回歸當晚添啦嚇，當晚嘅時候落好大雨，咁立法會即係而家嘅終審法院啦，嗰陣時候成個民主派就佔領，即係唔係佔領，即係喺晒呢一個嘅 balcony 喺嗰個嘅即係嗰個嘅露台嗰度嚇，咁就係即係拎一啲嘅 statement 啦。咁下面遮打花園咧就充滿住人群啊，一個人群嘅，即係一個屬於香港人嘅地方。所有集會好多時候都係遮打花園嗰度做，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喺中環嚇，就彷彿什麼都發生過，亦都彷彿係什麼都可以發生嚇。咁但係當然呢一個係今時今日咧，亦都唔會係咁啦。咁所以點解我會話咧，即係呢啲書其實有時都幾有趣嘅，即係你有啲嘢你時間過咗咧，可能你又未必會記得翻啊，原來曾經以前係咁樣嘅嚇，即係花園嚇，以前經常都有好多唔同嘅集會係，因為而家咧基本上係你多兩個人行出嚟咧都已經唔得㗎啦。咁所以又講翻好似羅奇咁樣講嚇，即係而家係 Hong Kong 定係香港咁 obviously 我覺得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嚇，你又可以寫下你覺得係 Hong Kong or 香港。咁佢話即使香港係而家有翻呢一個嘅全球 IPO 嘅龍頭地位，佢認為舊香港已經係終結啦。因為而家好多時嗰啲嘅嚟集資嗰啲咧，其實就唔係國際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企業啦，主要都係中國嘅龍頭嘅企業，好似寧德時代啊等等咁樣樣。咁同埋即係而家個成個社會環境，公民社會就係以前就係公民社會，其實中環係一個商業中心，亦都係香港有好多嘅政治運動咧，都喺中環嗰度係發展㗎啦嚇。頭先正我講呢個遮打花園經常有好多以前嘅集會，但係而家呢啲咧都已經係過去啦。
喺一個咁樣嘅狀況嘅時候，咁佢其中一個咧就係講香港嗰個人口結構嚇，即使而家係有好多人係移民咗，但係你覺得人口都冇跌過喎，因為 refill 得好快啦，fill 咗好多新血啦。咁啊，而家嘅國語即係普通話咧，係比廣東話其實喺條街入面咧，你聽到講普通話一樣係咁多。其實 which is 你都唔使喺街嗰度行，你試下行下去啲大學啊嚇，即係以前大學我讀書嘅時候咧係冇人講普通話嘅，而家大學咧基本上係你即係我覺得隨時講廣東話嘅人係多過呢一講即係普通話嘅多過講普通話，唔係話6點鐘之後喎，即係有好多人以為係咪 master 全部收大陸生，就係夜晚嘅時候先多國語，咁固然之係啦。就算係 day school 咧，即係我哋嘅日校咧，其實咧你喺街嗰度咧行咧，即係你喺大學校園行咧，其實好多都係國內生嚟嘅，即係非常之多。咁所以你話普通話係咪多過廣東話？你搭地鐵啦，哇！真係多到不得了㗎，真係包圍住，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政府又唔使點反駁嘅，有乜好反駁？即係既然Hong Kong 定香港，我覺得政府唔需要特別話香港冇變過。咁如果你覺得香港冇變過嘅話，咁你咪真係 still 堅持下救香港係好啲咯，係咪？咁你唔需要㗎。如果你既然覺得而家更好嘅話，咁咪就而家更好咯。係啊，咪就而家更好咯。香港就係香港，但係而家嘅香港好過以前嘅香港，咁咪時代向前，咁咪 OK 咯嚇。你揀係話唔係，其實仲係以前，咁你咪真係好似即係你自己都承認咗以前係更加好咯，係咪？咁有啲嘢係唔需要駁嘅，我覺得聰明少少係咪？即係我覺得聰明少少。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沙田啊，喺呢一個嘅書入面講。咁點解我會沙田咧？我會 pick up 咧，因為其實咧我喺大學讀書咧，其實喺不嬲以前咧就即係唔係周圍去啊嚇，即係周圍去，成日都周圍走喺香港周圍走咧，即係做咗新聞之後先周圍走。其實 before that 咧，其實好少周圍去嘅，即係除咗喺屋企住港島之外咧，其實去得最多就係中環同銅鑼灣，即係因為父母帶我去。跟住other than that咧，其實去得最多地方係沙田，就係因為我嘅大學就喺附近喺中大嚇。咁佢話咧沙田咧其實亦都係影響一代香港人嘅喎。呢一個咧就係好有趣啊！我就好想同大家講下啦，就係因為喺我哋佢咁講嘅，佢香港其中一個好影響大家思考何謂安心立命嘅城市形態咧，就係新市鎮。以前係叫做衛星城市，我細個嗰陣係叫衛星城市㗎。咁喺麥理浩時代咧，就係沙田咧就係新界咧嘅新城市嗰個發展咧極具野心。沙田、屯門、荃灣都係被規劃為咧就係自給自足嘅龐大社區，即係居民唔需要離開你個新城市，你唔需要離開你個新市鎮。佢目的就係咁樣啦，你唔需要離開呢一度，係走去中環或者走去港島、走去銅鑼灣、走去尖沙咀揾工。你喺沙田已經可以自給自足，所以你嗰度有學校，有好多嘅大型嘅屋邨係去發展教育、醫療、文娛，所以每一個新城市嘅地方咧都有自己嘅文娛中心㗎嚇，有沙田嘅文娛中心，有荃灣有自己嘅文娛中心，就係因為俾你自給自足，你唔使 travel all the way 去呢一個嘅尖沙咀啊，或者去九龍或者去香港啊嗰啲咁樣樣，咁所以咧佢話咧。佢哋咧又有沙田大會堂啊、新城市廣場啊、有沙田河畔嘅中央公園啊等等。其實喺嗰陣時候咧，佢話咧就係沙田，其實當時個政府其實係想塑造咗一個乜嘢嘢嘅一個嘅想法咧，就係令到即係大家人咧就係有一種平穩而向上流嗰種嘅想法嚟嘅。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咧新城呢一個嘅新市鎮嗰個嘅發展嘅時候咧，即係到我哋譬如90年代讀書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喺啲新市鎮就係70、80年代發展啦。去到90年代我哋讀書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喺大學入面咧係好受呢一個嘅即係咩叫安心立命呢一個嘅呢個意識形態嗰個影響，就係
讀書嘅時候咧，大學嘅時候、中學讀書嘅時候咧，追求所謂嘅四仔主義啦。有邊個係四仔主義？即係你讀書嗰陣時候係經常係講四仔主義嘅咧，你可以留言下。咁我哋就知道大家個年紀係咪差唔多？咩叫四仔咧？就係老婆仔啦、車仔、屋仔同埋 BB 仔嚇。咁呢一個咧就係所謂嘅安心立命啦。人生就係追求呢四仔。咁呢四仔咧，其實同呢個新城市嗰個嘅發展咧，我覺得係好有緊密嗰個嘅契合嘅，就係當時嘅港英政府啦，麥理浩係希望香港人咧可以大家都上樓嚇，有一個好 proper 嘅環境係居住，於是有好多嘅大型嘅新市鎮發展，有好多新嘅居屋嚇，有新嘅私樓，所以當時有好多人夢想就係由呢個居屋公屋居屋搬去呢一個嘅新城市呢一個嘅先嗰個叫做咩咧？沙田第一城嚇，沙田第一城嚇，呢個 dream house 嚟嘅，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嗰陣時候咧，有好多即係啲朋友住喺沙田第一城，好勁啊！即係終於上到啦，即係上去搬到去呢一個嘅私樓啦，即係由公屋居屋，跟住咧就係去私樓，慢慢逐步。一步一步嚟係去建立自己不平凡嘅人生嚇。咁呢個咧就係做事咧就係井然有序，從來都唔係有波濤洶湧，即係從來不會有洶湧嘅波濤，係建立呢個小康家庭成為咗大家嘅畢生嘅志願。呢個咧其實都係幾影響一代嘅香港人㗎，即係相信呢一個嘅專業嚇，相信呢一個嘅政府嚇，井井有條，一步一步咁係擁有自己嘅四仔嚇。由大學畢業咪就係專業咯。大學畢業之後嚇，你就慢慢去追求呢個四仔，你個老婆仔，你個車仔，你個屋仔，跟住你個 BB 仔就係你一生啦。尤其是當你一有咗間屋嘅時候咧，呢個其實都係令到個社會嘅穩定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嘅當時政府嘅你叫一個目的又好咩都好啦，就係當你孭一層樓嘅話咧，你就好難反叛㗎啦，係咪先？你要供樓㗎嘛，你又有屋仔嚇，又有老婆仔，有 BB 仔，咁你飛到去邊啊？咁所有人都變咗係好踏實咁樣，好踏實咁樣一步一步咧，就係向前追求自己一個嘅生活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都一個幾有趣嗰個嘅描寫啦嚇。咁好啦。呢一度咧唔記得講啦。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就係聽多啲呢部書嘅話，可以 join patreon.com/sharonzhang，或者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可以送花。咁而家我哋下部分咧就係進入去啦，就係深水埗啦。呢本書咧，其實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都好值得keep。因為咧，其實佢呢本書咧係我諗係應該係2023年。其實我諗係只係2-3年期間咧，其實佢中間入面寫嘅嘢咧，其實好坦白講咧，都有好多嗰個嘅變化嘅。咁我哋即係再睇啦嚇，再講另外一個咧，就係深水埗啦。佢話喺呢50趟嘅旅程入面咧，深水埗或者咧係一個最難咧聚焦到底係喺邊個角落，或者點樣選擇由邊一個角度去切入係去講，因為佢個多元同埋複雜性咧，係話多到咧就好似呢一個咧有無限平面嘅扭計骰一樣，即係太多個面向啦。佢話咧，其實咧，即係發展呢啲咁樣嘅，無論係私人屋苑啊、新市鎮、公共屋邨啊，其實最後咧，即係當然，其實當時嘅目的咧，即係都係希望市民咧係即係住得好啦，即係越住越好啦。但係而家咧，你喺深水埗入面咧，你會見到咧，就係有啲好極少嘅極狹小嘅劏房啦、套房啦，甚至棺材屋，即係搖樓瞓嗰啲啦嚇。籠屋等等，其實香港嗰個嘅貧富極度嘅懸殊咧，就係呢個嘅呈現嘅空間咧。其實你喺深水埗入邊咧，其實你就可以見得到。而深水埗亦都係香港一個好真實而不能夠忽視嘅一面嚟嘅。咁佢成日即係作者就話咧，其實好多時一個城市嗰個設計係咪得宜，就要睇下草根階層到底嗰個嘅居住嘅時候個環境係點樣樣啦，你就可以睇到一個嘅城市嗰個建設，或者個城市嘅建設係唔係得宜，同埋或者城市嘅建設係唔係
個發展係咪一個 fair 嘅一個嘅發展啦？佢話咧，因此討論香港係一個點樣嘅城市嘅時候咧，深水埗咧呢一笪地方咧係絕對咧即係唔能夠係迴避嘅。佢話經濟同埋城市發展出多元嘅多變嘅空間啦，但草根依然咧就係困喺一個咁艱難嗰個嘅環境咧，其實係令人震驚嘅。佢話咧，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話逐水漂流啦嚇，呢一個之前有一套嘅電影啦，就真人真事改編，係呈現咗好多咧就係無家者被突擊清場啊，家當被棄嗰啲咁樣嘅環境。嗱，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咧一個城市啦係發展得係咪文明啦？其實係當然我好同意作者咁樣講啦，就係你睇下即係嗰個嘅草根階層，其實佢嗰個嘅居住環境係點樣樣，佢哋個待遇係點樣樣。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候曾經好耐之前港台拍過一套。拍過一個好似 documentary 咁樣嘅嘢，叫《窮爸爸富爸爸》，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啦。如果有印象嘅話咧，又可以即係留言下啦。即係窮爸爸富爸爸咁，其實佢係講咩嘅咧？佢嗰當時咧，佢揾咗呢一個城中咧，即係好似有8集定唔知6集，揾咗唔同嘅 corporate 嘅大 corp 嗰啲嘅 CEO。咁其中有一個，其實有幾個係我 friend 嚟嘅，但係有一個咧就係佢係某我唔好講佢做邊個行業啦，因為一講出嚟就知係邊個。咁就係某個大企業嘅一個 CEO 啦。咁當時佢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參與咗呢個窮爸爸富爸爸嗰個嘅拍攝嘅。咁佢就唔知2日啊，一日俾30蚊佢定2日俾30蚊佢定50蚊我都唔記得。Very limited， 好少嘅一個 daily budget， 咁就俾佢啦。咁就叫佢嘗試喺香港咁度生活。咁結果到最後咧，佢係揾唔到地方瞓，好慘。跟住佢係瞓喺邊咧？佢咧就瞓咗喺好似瞓喺遮大花園。咁跟住啦，佢咧瞓到半夜咧4點零鐘嘅時候咧，跟住咧就係食環啦，嗰啲食環署嗰啲咧就係去清潔個公園。其實又唔係落雨，又唔係剩，咁就噴水，但係就唔單止係水，係臭水嚟嘅嚇。咁於是咧，佢就係被逼就瞓到半夜嘅時候就即刻冇鞋玩劇走啦咁樣。咁所以後來去即係去拍完呢一個窮爸爸富爸爸呢個之後，有一次我哋見面，佢同我講一句説話咧，我到而家咧即係都好記得。其實嗰輯嘢都過咗有冇20年，我諗都過咗20年。佢同我講咧，佢話你記住喺香港地一定要好努力揾錢，佢話千祈唔好做窮人，佢話你做窮人連政府都合理。呢個就係當時佢同我講，係千祈唔好做窮人，一定要努力揾錢，想辦法要去揾錢。咁當然我哋嘅大前提係合法啦嚇。如果唔係咧，即係政府都合理。呢個當時係佢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感受，就係其實喺呢個城市入面係咪即係呢一個嘅貧窮嘅人士，佢真係能夠被照顧得到咧？其實係。即係大家都係可以有一個嘅自己嘅一個 comment 啦嚇。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咧，其實佢有一個講得幾好嘅。佢話咧，即係創世記入面咧就話人類被上帝焗出咗伊甸園之後，1000年嚟咧都係不斷尋找呢一個美好嘅棲身之地。佢話豪宅賣廣告、有泳池等設施都係好似模仿住呢個伊甸園咁，話俾你知呢個係一個美好嘅一個居所。佢話但係因為人類嘅破壞同埋貪婪，特別係香港啦，令到居住嘅環境越嚟越差嚇。明明當時政府規劃公屋啊即係做呢個 satellite city， 好似呢啲咁樣嘅衛星城市，就係目的係希望每一個人都有個更好嘅居所。但係今時今日嘅社會就退步啦。公屋私樓越起越細，越嚟越唔似樣嚇。喺呢個橋底無家可歸嘅人咧，亦越嚟越多。其實同你同我一樣，佢哋大家都喺度尋找緊呢個伊甸園。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係幾令人有發人深省嘅一段説話啦嚇。即係香港其實一路以嚟咧最揾錢嗰個咧就係地產啦嚇，而家就死晒啦嚇。但係未19年之前地產好暢旺嘅時候咧，賣樓賣得咁貴，賣得咁高，係咁多豪宅廣告嘅時候，咁啊大家又問下，其實係香港人個居住環境係咪真係好咗咧？
可能揾到錢嗰啲嚇就可以揾到豪宅，咁佢哋居住環境係好咯。但係如果唔係即係揾到咁大嘅錢嘅時候，咁其實所有嘅人其實居住環境並冇因此而好到咧。即係過去即係港英年代個政府一路係即係俾建立咁多居屋公屋嚇，就係希望大家即係能夠即係有一個 proper 嘅地方嘅時候，後來嗰個嘅演變又冇比嗰陣時候80年代麥理浩嘅時候做得更加好咧，定抑或其實係更加差咧嚇？咁係所以深水埗咧，其實嗰個變化咧亦都係好大，佢係一個好窮嘅區，係可以話係最窮嘅區之一。咁但係咧同時間亦都係誕生好多嘅文化空間啦，譬如大南街個市新化同埋佢個呢一個嘅咖啡店咁樣樣。咁所以就係佢呢度就話佢話一個城市嘅存在理應係令到更加多人係過得一個幸福嘅生活嚇，但係佢話我哋而家係唔應該只係睇呢個豪宅同埋私人樓宇，同樣地都應該直視城市最底層嘅生活，佢哋嘅狀況其實佢哋嘅生活嘅狀況係能夠讓我哋知道呢個城市其實係唔係一個適宜居住嘅城市嚇。咁而另一個咧就係關於即係市費啦嚇，即係呢一個公共空間之一嘅維多利亞公園。維多利亞公園咧其實唔夠九龍公園大嘅，但係其實好多城市咧都會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市中心嗰陣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嘅公園，所謂嘅市費。咁當時其實嗰個嘅建造嗰個嘅諗法咧，就係大型嘅中心公園咧，係被認為咧係一個必不可少嘅一個嘅組件啊，係用現代醫學即係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倡議一個嘅城市嗰個嘅建築咧，就好似身體嘅一副身體一樣。係認為如果城市能夠有一個嘅巨大嘅健康嘅肺咧，能夠保持到咧呢一個嘅健康嚇，呢一個咧就係所謂嗰個嘅市費啦，呢一個嘅叫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 啦。咁呢一個咁樣係令到咧，即係大型嘅公園咧，可以令到空氣咧更加流通，防止一啲咧係致病嘅壞空氣咧就係聚集嘅。咁當然維多利亞公園除咗作為市費之外咧，其實咧佢亦都係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嘅叫做公民意識嘅一個成長一個如果你以佢一個賦予一個政治或者一個社會嗰個嘅symbol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強嗰個嘅公共性。咁唔使講話，即係好多年嘅6·4喺呢一個維園嗰度係呢一個嘅即係罪啦嚇。就算佢今日被6·4嗰啲活動俾人踢走晒，其實佢而家變晒所有嗰啲咩總之一啲係歌舞升平嘅活動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記錄嚟㗎嚇，即係嗰個嘅公共性係嗰個嘅到底點樣轉變，或者係點樣被即係踢走咁樣。咁所以就係佢話好多文化研究嘅學者認為咧，即係70年代開始咧，大學生保釣運動嘅時候要尋找地方並唔容易，殖民地政府咧起初想阻止，但係後來咧就係反而咧就係激發佢哋咧就不顧一切咧使用維園，於是之後咧就一路都係堅持咧就係使用呢一個嘅維園啦。咁所以維園咧亦都係唔單單係個市費，亦都唔單單係一個嘅俾市民咧係休息啊，係去晨運跑步嘅地方，亦都係對於香港嚟講，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象徵嘅一個嘅曾經有一個好強嘅公共性。咁所以你話係唔係生硬咧？就係因為有好多以前 Hong Kong 嘅嘢咧，就係人哋做開幾廿年嘅嘢咧，都被即係抹走咗啦。另外一個咧，尖東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喎嚇。尖東咧，我根據作者嘅寫法咧，佢係唯一一個咧，似乎咧係擎住咗。即係我會講係擎住咗喺一個時代，係一個年代而唔向前嘅一個地方嚟嘅。成個尖東咧，其實我係覺得尖東又好神奇，成個尖沙咀都好旺，零零舍舍尖東咧就好似翻咗喺一個嘅穿梭咗去一個舊時代，就係一個80年代紙醉金迷嗰個時代，以前嘅大富豪啊，即係嗰啲夜總會嗰啲，佢而家嗰啲仲有啦。而家都當然嗰時而家個大富豪又之前就重開，又結果就變咗就唔係我哋認識嘅紙醉金迷呢一個嘅夜總會，即係唔係黃子華、鄭秀文嗰啲嘅夜總會，而係呢一個咩變咗咩啊？呢一眾家庭
即係小朋友開生日會啊嘅地方啊，真係九唔搭八啦。咁但係咧，尖沙咀曾經係一個符號嚟嘅嚇，但係呢一個符號咧，似乎就停留咗喺80年代之後咧，好似就唔再喐啦嚇。尖沙咀佢話咧，局部嗰個建築同埋個空間咧，一路都冇改變過。佢話你睇你一路咧都係殘留住時代嗰種嘅質感嘅嚇。有啲嘅酒店商場咧，都仲係70、80年代嗰個嘅即係建築嗰種嘅狀況嚟嘅，即係好 old school 啦嚇，即係好舊式啦嚇。最有時代感嘅咧，佢就話咧呢個就係好市中心啦，由物料嘅顏色到購物中心嘅格局完全停留喺80年代，尤其是佢嗰啲黃燈炮製嗰啲嘅子彈 lift 咧，佢入咗去咧就好似入咗呢一個嘅時光機一樣嚇。咁尖東咧亦都係曾經咧係日本人咧係聚居嘅地方嚟㗎嚇。於是咧佢有好多第一代嘅正宗嘅日本拉麵店啊、居酒屋啊、燒料店都係尖東。我而家你行入去嗰個地方咧，都依然咧即係好似咧就係即係預見到嗰個年代一樣。我好同意啊，即係呢個尖東咧完全係擎住咗嘅。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擎住咗，同埋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就係黃耀明即係達明一派有一首歌叫《今天應該很高興》，就係講緊呢一個嘅鬧市這天燈影處處，報章説今天的姿彩媲美當天。呢一個咧，即係講緊即係嗰陣時97嗰陣時候嗰個嘅移民潮啦嚇，即係而家即係由嗰陣時候嘅尖東。黃耀明錄呢首歌嘅尖東，同而家嘅尖東其實都冇變過，都係一樣嚇。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即係香港有好多地方嚇都翻新啦，即係啲 building 又再 modern 啲啦，K11係幾咁 modern，但係唯獨尖東咧係完全冇喐過㗎嚇，真係。咁所以你話尖東係咪一個懷舊嘅地方咧？即係其實係咯，即係懷舊嚇。有時諗下嚇，即係你後生嗰陣時就唔需要懷舊嘅，老咗之後你就喺度諗下懷舊呢一樣嘢，到底懷舊懷緊啲乜嘢嘅舊，同埋點解要懷舊咧嚇？點解要懷舊？就係因為以前好似好啲咯，覺得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嘅文化啦，呢一個富德樓啦，佢問一座城市咧有冇文化咧？是否有文化？或許過時文化咧，其實咧係潛在於日常嘅生活㗎嚇，沒有城市係冇文化㗎，冇一個城市係冇文化㗎。就算香港話被話係呢個文化沙漠嘅日子早已遠去，反而啦香港而家有一種咧係無處不文化嘅姿勢。每講到城市文化嘅時候咧，各有不同嘅意思，有時候亦都係指呢一個嘅呢一笪城市有啲乜嘢嘅文化場所，有多少嘅文藝設施。文化咧唔單止係接觸藝術嘅空間，亦都係關乎啦喺不同生活入面可以想像到發聲嘅空間嚇，幾有意思㗎。咁富德樓啦嚇，富德樓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富德樓咧就係我其實一路都唔知有富德樓，之後我真係讀 Art 嘅時候咧，先知道喺灣仔有一個唐樓咁樣樣。打洞式嘅就全部咧都係啲藝術文化嘅空間，咁所以咧就係被認為咧就係呢一個嘅垂直嘅藝術村啦。咁其實藝術村呢個概念咧其實都好 popular 嘅，喺好多地方，但係譬如好似喺歐美嘅地方咧，通常咧就算你話北京嚇呢一個嘅689係嘛，咁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橫向發展嘅一個藝術村。有啲譬如喺 New York 嗰啲咧就係譬如荒廢咗一啲嘅工業大廈啦，喺入邊咧就變成咗好多 artist studio 啦，咁但係唯獨咧富德樓咧就係垂直式嘅，咁原來佢個背景係咁嘅喎，佢話咧當時咧業主咧就係同資深嘅藝術家馮美華即係 May 風就討論，係以特惠嘅租金咧係將啲單位咧就租俾想喺鬧市經營文藝空間嘅人。咁而成個富德樓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嘅，打洞一棟啦，其實係一梯兩房嘅，一入到去咧就一目了然，係1968年成立。咁後來咧就係以呢一個嘅特惠嘅租金咧就係租俾呢啲嘅文化團體啦。咁而May 風咧即係馮美華同佢個團隊咧就係去interview 所有呢啲嘅 application 啦，咁就係揀咗呢啲嘅進駐嘅文化工作者同埋文化機構，係當佢哋仲係喺萌芽階段咧，就係以一個因為香港所有都土地問題啦，所有嘢都好貴啦，係以一個好平嘅租金係租俾佢哋，引育佢哋嘅成長。係所以當時嘅呢一個嘅黑子同埋好青年荼毒室咧，都係呢一度嘅租客嚟嘅。咁其實咧就係富德樓 as far as 我知咧，就唔單止係出咗黑子呢啲啦，其實
實有好多香港而家即係好出名嘅藝術家，譬如黃俊熙嚇，即係好多藝術家都最早期嘅展覽，其實基本上全部都喺富德樓嘅，就係因為當未有呢一個嘅畫廊可以同你展嚇，即係你除咗喺學校展之外嚇，但係畫廊又未有畫廊睬你去展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藝術家當初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富德樓嗰度展嘅嚇。佢呢個藝術村應對香港嘅情景咧，不僅在於佢係一個最平凡嘅大樓，更加係不僅係在於佢位於最平凡嘅大樓，更係因為係多年嗰個文化討論之中咧，參與者係屢次提到咧昂貴嘅租金咧係香港營運藝文空間嘅最大嗰個嘅挑戰。香港唔係冇呢個藝術村，係早年咧多數咧係由營運者同藝術家自己揾一啲租金偏低嘅另類空間，好似火炭㗎。咁而所以咧呢一個嘅富德樓珍貴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到訪者都會感受到業主嗰種嘅隱形，係業主從來都冇出嚟嗶哩吧啦嚇，或者係將佢個名係改咗做乜乜乜藝術村邊個做，或者出嚟做好多訪問話呢個藝術村呢個富德樓其實係我㗎，從來都冇嘅，即係業主係完全隱身係，即係完全係俾即係藝術工作者係自己發揮嚇，負責管理嘅單位亦都唔強求啦，進駐嘅人同埋組織有統一嘅做法，而呢個奇蹟係維持咗20幾年，更加令人驚歎嘅咧就係難得嘅多元同埋呢一個嘅眾聲喧譁，係更加有趣嘅咧係從來未試過被冠以浮誇嘅名字，咁多年嚟都係叫做富德樓。富德樓嘅動人之處係從來都冇標榜自己係藝術村，只係好平實咁樣支持一班喺鬧市入面想尋找空間嘅創作者。呢一個嘅支持先至係最強而有力嘅支持。呢個咧都係即係都幾感動㗎嚇，即係我亦都即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富德樓睇下啦。咁呢度咧，佢亦都有提過呢一個嘅獨立書店啦，係大家嘅第三度空間啦。但好可惜咧，其實獨立書店而家咧，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即係一次過掃晒㗎啦嚇。其實你睇呢一個嘅陳啟宗嘅書咧，其實佢講香港嗰個嘅文化發展歷史入面咧，其實都有好多 highlight 關於獨立書店。因為獨立書店人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入嘅書咧，其實係同一般嘅三中商嗰啲好主流嘅書店，甚至成品入嘅書咧，其實都有分別嘅。有一啲書你喺嗰啲書店揾唔到嘅咧，會喺獨立書店咧就係揾得到，係個 varieties 係闊啲嘅。咁其實呢個亦都係香港真係好可惜嘅地方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泰安樓啦嚇，泰安樓咧我細個嗰陣時候咧都有去嘅。咁而家咧泰安樓咧就係香港有冇夜市係冇，但係香港同埋香港冇夜市。香港而家仲有冇嗰啲魚蛋嗰啲卡車啊？買車仔麵嗰啲卡車，以前細個咧鰂魚涌有好多嘅。以前我細個嗰陣時候咧，我爸爸咧就佢好好嘅，每個禮拜日咧就佢會攞個電飯煲，咁咧就會去買車仔麵俾我哋食嘅。咁我細個嗰陣時候咧就好中意食車仔麵嘅。以前啲車仔麵咧魚蛋係好韌嘅，咁跟住咧好彈口嘅，啲麵又好彈口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冇晒呢啲嘢啦嚇，所有咧都被即係城市嗰個整潔啦，或者對呢一個嘅健康嚇，即係一個嘅食物健康嚇嘅嗰種嘅要求，將啲全部掃晒。香港冇夜市，連呢啲車仔檔都冇晒，掃晒。因為掃晒去邊咧？其實咧掃晒去泰安樓。咁泰安樓咧其實就其實我好耐冇去過，我細個嗰陣時咧有去過，因為好耐冇去。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泰安樓都係香港嘅一個嘅文化象徵嘅地方，所以你會見到，就算呢本書入面寫嘅嘢，佢出版嘅時間唔係好耐，但係已經有一啲嘢已經係消失咗，所以消失嗰個嘅速度咧，其實都真係幾快。咁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個原因就係以前呢一類嘅書咧，我又冇乜興趣睇，因為我覺得你講嗰啲嘢我都知啦，你講嗰啲嘢咁我日日都見住，咁仲有乜好再睇咧？咁而家就會真係覺得原來你日日見住嘅嘢，你覺得永遠都會喺度嘅嘢，有如空氣流水一樣嘅嘢，原來係會消失嘅嚇。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下個禮拜其實今日咧我發覺咧個喉嚨其實唔係幾好，個原因就係我其實咧係不斷咁係
好似棘住有痰，棘住咁樣樣啊，唉，所以都係啦，即係要保重身體，因為出邊咧實在太多人病啦嚇。咁好啦，咁啊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